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请备办咱的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礼拜，请走啊。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界来吟圣诗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请听你入歌首。
信来创得因故，第三日为信仰中就天天，那决定要被上帝欢迎，以免对听来心抱难较死。我信诚信，我信心，共同的祷告，信靠做的下面，要配合因为明天，请坐。高头 K 第36篇，K 英文第36篇，详细也是经言第8章，就听智慧的叫。智慧是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巷口，正人若发叫恁，戆智的人啊，着学习精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也未有亲缘。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园也未创造，也未安置强创，也未伫海面画地面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线、界限。互海水袂盘过界，互大地落地基。迄时，我伫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为欢喜。伊爱伊，互人听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看我。要听教师来得到智慧，听探我的人就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阿门。请咱后行，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阿爸爸上帝，我很感谢你。你伫创造世界内心，定着伫基督内面拣选阮诚侪你囝儿，也为着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伫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担当阮的罪，受罪苦难，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佮对世人中各我，互囡仔信靠伊的人。来得到下愿称做义，佮修持阮有永远的活命，来成做新创造的人。你的疼特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有着你。总是阮有缘也属肉体，有罪恶本性，经做歹，面单行好，有侪软弱的过失，求主你圣心来光照阮，感动阮，互阮人人悔改认罪，你赦免阮的。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过。阮也恳求圣神来感动阮，伫基督内面学习顺服，过新的生活。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围围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谦卑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安定伫天里，到永远。愿恳求圣神拍开阮的心门，引带阮明白真理，遵守你的诫命，照你所欢喜的旨意来行。有份伫上帝国起造，一世人来高举基督，荣光基督。即时，阮也为着达摩斯来祈祷，求主的圣神来充满伊，
想事伊有智慧甲启示的嘛，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切插阮逐人的心灵，互阮怎样会当孝顺家己的日子，通得到智慧的心来领受福音，通靠无真理来忍受苦难，坚守信仰来过得胜的生活。最近教会有几位信仰的前辈蒙出恩调，阮来恳求圣神来安慰贵族。日本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就掠条去了日子，来享受永远的活命。当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成，保守阮对头甲落尾正行顺遂，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位。今仔日无来的兄弟姊妹，无论是破病倒伫床里，也是出外，你由原来保守因、看顾因、扶持因，甲因三角伫咧。这是我要奉耶稣基督得胜国外的名，也灭令撒旦离开这个所在，互阮会当专心致意，注神来听主的教示。愿一切尊贵甲荣光甲权能拢归乎你。平安归伫在座每一位，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界读上帝话，伫个马太福音第11章16、19、19节，今日有2位。马太福音11章16、19、19节，这是我的中读第16节。这世代我要用什么来批评伊？是亲像囡仔坐伫鸡翅顶、鸡翅内来叫因的同伴讲：阮对恁问答啊，恁无跳舞，我捌悲哀，恁无对兄，因为约翰来无食无啉，人就讲伊犯着鬼；人子来也食也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甲歹人的朋友。若是智慧对伊的所行，显明伊是对。煞接过来读11章的25节到30节，25节到30节。当迄时，耶稣应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智慧聪明的人有隐瞒伊，对细囝有显明伊。爸啊，是啊，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万项有。对我的爸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无一个捌爸。恁既然着我甘重担的，着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安享。我先来温柔谦顺，恁为我的答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享，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以上愿上帝祝福，竟然听你的话好听呀！这是咱要来学乐，要赞美，请请话对。伊要唱的诗歌是《伊是我的一切》，来请。
下面进道要请唐老师，进道的题目是无智慧对福音就无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回向大圣，咱搁一届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疼痛，互阮搁一摆通过一个圣会，来到你的面头前，我用诗歌甲你学乐，甲感谢。感谢主，将你的话授予互阮。愿主你的神运行伫即个中间，帮助阮。来领受主上帝，你要启示予阮亮光，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什么是天国？也是讲什么会叫做上帝国？天国也是讲上帝国，也是咧讲一个所在。天国甲上帝国嘛，毋是用单位伫计算。天国是咧讲一种状态。当耶稣一福音书内底伫讲天国也是上帝国的时阵，耶稣所讲的是人甲上帝彼此连结的关系。所以天国就是人甲上帝和好的状态。总是咱人是要安怎进入天国？就是讲，咱人是要安怎进入甲上帝和好、彼此结连即个关系。方法真简单，就是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对伫活伫罪恶中，也是讲困苦中间的人来讲，就是好消息。上帝的话就是好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恩人所传的福音。不过，上帝的话，也就是福音，这个好消息，并不是人人爱听，嘛恶你接受。所以，既然接受福音的人，其实拢有上帝智慧甲伊三角地带。人若是无上帝智慧，就无法度来接受福音。不过，我要直接讲的是，不管人听到福音了后，要信。也是毋信，这拢在伫上帝智慧。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是即记载讲，当行色的约翰以及耶稣，因的传道的即个生涯受到人的拒绝甲攻击的时，伊一只伫做的即个回应，伊一只去做的即个回应。耶稣面对人，无要相信伊是上帝弥赛亚。嘛无要相信，行色的约翰是上帝的使者，伊感觉真无奈，伊嘛感觉为迄个世代即吐气。咱若是看到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耶稣第一句话，伊就讲：我要用啥物来比拼即个世代？我要用啥物来比拼即个世代？耶稣感觉真无奈。若是讲较白话讲法，就是我是要安怎来讲即个世代？即个充满背逆、拒绝上帝使者，佮无要听福音的世代，拄啊好，当耶稣伊咧讲即句话时，其实伊身躯边并无学生，无门徒跟对伊，因为伊的学生拢互伊差派去别所在去传福音，所以这时阵耶稣是家己一个人行伫街头，四界传福音，结果拄着毋信的人即甲挑战。拄啊好，耶稣看见路人有一群囡仔伫路人遮佚佗。我毋知影咱细汉的时，感觉迄种拜六拜日，甲家己的朋友同学，爱是安尼街头顶走来走去，安尼去佚佗，也是庄脚所在，安尼走来走去佚佗，敢有？敢有人捌有种经验？恁敢有童年？有无？有啦吼，拢有安尼佚佗过嘛，对无？耶稣就是面对安尼的挑战了后，又讲我到底是要比拼即个世代？伊就拄好看到一群囡仔去找另外一群囡仔安尼去佚佗，伊就用安尼的状况来比喻即个世代。即个世代毋信的人，
就亲像有一群较阿爸、较强势的囡仔，因来找另外一群囡仔讲，咱做伙来佚佗好无？咱来办公会啊！办公会啊，敢听有？办家家酒啦吼，我是讲互少年人听啦。办公会我今日听无？吼，办家家酒是要算啥？咱先来算婚礼，即个项目咱来分算婚礼。我等下也是分品啊吼，吹笛子吼，恁来欢喜，食跳舞、唱歌安尼。结果当较强势，即边的囡仔一分品仔的时阵，结果另外一群囡仔完全无反应，完全无意思要甲因做伙佚佗，无要甲因配合。结果即群较强势的囡仔就真无欢喜，真无欢喜。才煞伊就讲，好啊，既然我要叫恁笑，要爱恁欢喜跳舞，恁无爱笑，无爱欢喜，啊无我就互恁哭。啊，就共款，咱继续来算办公会啊。哦，婚礼恁无爱算，无咱来算丧礼。我来算丧礼。当阮等下唱伟歌的时阵吼，啊，恁就开始逐衫理红破，啊头壳亚夫，啊蹄头对胸坎安尼。啊，所以当即群较强势囡仔开始唱伟歌的时阵，就共款，共即群囡仔伊完无要插伊，伊完无要配合，无要甲因做伙佚佗。结果，即群较强势囡仔就感觉讲是对方的毋对，对方的毋对，是啊，你拢无照阮的意思、阮的规则来佚佗。但是即群较强势囡仔，敢有一开始互人讲啊好？无嘛，一来就讲，阮分片啊，恁来欢喜哦，阮唱伟歌恁来哭哦。但是对方并无一定爱配合因对无？啊，总是较强势即边感觉真无欢喜。咱听起来感觉真幼稚嘛，吼！囡仔就是安尼啊，有诶较阿爸较强势就是安尼。不过耶稣伊一路里看到即个状况，比即个路来讲即个世代，伊即个比喻内底较强势、较阿爸，而且囡仔所讲诶，就是当时诶，即以色列诶领导者，也是讲宗教领袖，就是讲即祭司头、即长老、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遮个毋相信因的遮个群众，啊，若安尼，另外一群较单纯，遮个囡仔，耶稣就是咧比喻，即群囡仔无要配合，无要甲因佚佗的囡仔，就是伊家己以及行色的约翰，所以伊真表面直接讲，伊就是互另外一群人无欢喜的两个人。咱若是看福音书内底。当希律王伊去抢别人的某，就是抢伊兄弟的某，甲带回来，结果做将家己的原配甲离婚了后，行色的约翰真无同意安尼的婚姻，所以伊就去责备这个希律王。总是一个王，互一个先知责备，敢会欢喜？无欢喜，这我的婚姻呢？我婚礼你既然来甲我责备，所以就将行色的约翰甲关起来。伫顺一届的机会，伫宴席的中间，将行色的约翰安怎抬头嘛？因为王的婚姻，你无来甲我恭喜，你无欢喜，你无跳舞，你无快乐，所以王嘛无欢喜。当耶稣甲包税以及罪人做伙啉食的时阵，法利赛人就来质询耶稣讲。你是安怎甲遮的罪人坐做伙去做伙啉食？你是安怎甲遮的罪人坐做伙去啉食？哎，你嘛是罪人吧？同一个时阵，行色的约翰的学生嘛走来问耶稣讲：列比，是安怎阮甲法利赛人相共款，常常敬这祈祷，悔改天靠伫上帝面头前？是安那，你拢无带你的学生常常敬这祈祷。咱刚知影讲，以色列人常常敬这祈祷，天靠悔改是为着啥？因前后去互的帝国统治嘛，对无？因毋望上帝的拯救会当临到因的中间啦。上帝过去通过先知所讲的迄个弥赛亚甲基督。迄个救主，
因即恳求迄个救主拯救当来到因的中间，因是为着安尼，你紧接才你悔改祈求。总是当加西利约翰安尼伫问耶稣的时阵，耶稣会变来反应。耶稣敢毋是反应讲，我毋是来啊吗？我就是上帝所差派来那位弥赛亚，敢毋是？我所呼召的门徒学生，敢毋是一定跟对我？耶稣感觉讲，伊所讲的道、所传的信息，这个学生敢毋是即听的学习，甚至跟对伊的脚步做来传福音嘛？所以，敢有必要倒学法利赛人，甲恁相共款，常常敬者，一仔提高悔改，头壳耶夫，敢有必要？无必要。因一直等待弥赛亚刚来，已经来啊，只是因安那毋知影，只是因毋知影。不过不管耶稣安怎甲因解说、介绍启示伊的身份，总是无要信的人，就是无信，就是爱掠因耶稣的行为，也是讲伊的生活方式来看轻伊。伫耶稣迄个世代。掠家己做伊的世代，将上帝使者甲奴仆当作是罪人伫看待，因家己活伫罪恶中间，总是去控告即个传福音、传上帝信息的人、传好消息的人是罪人，理由就是看因两个真无解。行说的约翰伫旷野，一个敬者，一个祈祷。过一个是修行者的生活，修行者的生活，伊拢无爱有任何的物质的享受。总是咱看起耶稣讲，伊去人控告是啥？叫贵妇新的嘛？啊无毋对啊！一当时去贵妇新的人，拢会叫人赶去一旷野，赶去一坟墓的所在生活。结果这个掠家己做伊的人。因无拍算要来接受行说的约翰的信息，因要将家己的拒绝来合理化。上好的方式就是直接讲伊是安怎去互贵妇心的人嘛。啊，这去互贵妇心的人讲话就是绝对是阿伯讲的，无需要听伊信息，无需要听伊讲道。当然一方面，因为愈来愈侪人去到约旦河受行说的约翰的洗。要听伊讲道，检查这法利赛人甲文士看了真激动。耶稣伊甲行说的约翰颠倒无共。行说的约翰是一旷野，伊穿啥物货？骆驼衫嘛，食野面嘛。啊，总是耶稣咧，有啥物货就食啥物嘛，有啥物货就啉啥物货啊。总是耶稣讲伊去人控告是啥？贪食好酒的人啊，贪食好酒的人啊，相共款，耶稣互因当作是无正经的人，因为伊甲罪人同道一下咧啉食，都常常破坏安息日的规矩，去犯着律法。所以安尼的人，因感觉讲啊，遮尔无正经的人，也无守律法，无守规矩，即种人的信息甲讲道嘛无需要听。当然，一方面，这宗教领袖伊嘛无介意耶稣，连伊73000人，连伊75000人，愈来愈侪人跟对耶稣，所以这宗教领袖开始提防耶稣，真无介意伊。所以上帝所差派这个使者、奴仆，无法度顺坦当时宗教领袖的一切期待时，因着去互人定做是罪人去看待。所以不管上帝奴仆安怎服侍，安怎分享上帝话，甚至耶稣，敢毋是行济济生业嘛？行济济生业，总是因着是无符合当时的人的期待，因着去人定做是罪人。不过上帝智慧就是一只，上帝智慧就是一只，一只你讲的智慧是属上帝的。咱人无即种智慧，一只讲是上帝智慧。这智慧是咧讲啥？
这智慧是咧讲上帝的预定甲上帝的计划，上帝的预定跟上帝的计划，这是上帝的智慧。简单讲，咱要安怎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表现伫人的决定中间，请咱会记咧即句：上帝的智慧表现伫人的决定的中间。面对行说的约翰甲耶稣的传道服侍，虽然讲因的生活方式、因的外表，根本甲当时的人所想象的迄个先知，也是讲基督弥赛亚的形象差真济，互人感觉真无险，袂当接受讲这是上帝的罗卜，这是要来的以利亚，这是要来的先知，伊是基督哦。因真歹互人接受讲，因就是上帝的使者。总是虽然讲因的外表安尼，因的生活方式是安尼，但是人却会当因为因所传的信息、因的服侍，甚至是耶稣的信仰，来认出讲伊是上帝的囝，伊是弥赛亚的话，倒听伊的福音，安尼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反倒来讲，若是因为行说的约翰的外表、耶稣的生活方式，就要拒绝伊的信息，拒绝伊所传的福音，无要信上帝的话，甚至无要信伊是上帝囝的话，这嘛是上帝的智慧。简单讲，一个上帝罗卜使者伫服侍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信甲毋信，接受毋接受。这拢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计划，上帝的预定，拢安排好。所以咱会当对耶稣往天父上帝的基督内底来看出讲，人要信毋信，拢在伫上帝的智慧。面对耶稣，面对行说的约翰，因家己所拄着这个阻挡，咱看去讲，今仔日咱所读的25节，耶稣无埋怨。伊顶倒只啊去学乐、称赞、感谢上帝，感谢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掌权立理一切的上帝。耶稣面对这个无要接受伊所传的福音的人，甚至是面对这个无要相信伊是基督弥赛亚的人，咱我会讲耶稣真奇怪，伊感谢上帝，伊感谢天父上帝。咱敢是看会真奇怪，耶稣只服侍传福音吗？但是有人甲拒绝啊，有人否定伊是上帝的囝，有人无认为伊是弥赛亚是基督啊。但是耶稣既然直接感谢天父上帝，即过去我常常听到安尼的信息，人拢会当得救，拢会当上天堂。不过我对福音书这个所在所看去，并不是安尼。无人要信福音，无人信伊是基督。耶稣既然只啊感谢天父上帝，耶稣接续佫讲，天父上帝因为你有将这个事对有智慧、有学问的人拢藏起来，对细汉囡仔就来通启示。耶稣讲的这有智慧、有学问的人，讲的就是法利赛人甲文士，以及所有掠家己有聪明。在捌，也是感觉家己真捌这个信仰的人。若讲细汉囡仔是咧讲啥？耶稣讲的细汉囡仔，就是咧讲这个单纯来面对耶稣所传的福音的人，单纯对伊的服侍，伊所传的信息，就来接受伊是上帝的基督的人。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我头一直咧讲的。面对耶稣，面对行说的约翰的服侍，要领受，要拒绝，上帝拢计划好啊。谦卑的人要领受，骄傲的人要拒绝，这拢计划好啊。伫上帝的智慧内底，只有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囝的人，才有法度来明白天父上帝，甲天父有结连的关系。所以耶稣常常讲。明白我的人，就要进入天国，就是我所讲的，
明捌耶稣的人，特别甲耶稣有关系、结连的关系。这都是上帝的这个旨意。总是若要拒绝耶稣伊属灵身份的人，就甲天父上帝无关系、无连结。咱当煞只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较后壁即几句、即几节，即上帝的智慧内底，信的人就要来背耶稣的当，背耶稣的当。即摆我只要小可解说者吼。咱敢知影啥物回事？当，毋是车子，迄是车。当是安那？吼，当咧，当是当的两边对落来，即当的物件即当。我再直接讲互清楚啦，毋通当甲当咱拢搞不清楚啦，所以。咱用金甲头去担迄个担，因为两边有担，所以担拢是遮个字的发音。所以咱来搞清楚，担甲担。耶稣讲，既若是背伊的担的人，就是轻快；信伊的人，就是要担伊的担；无信的人，就要继续来担法利赛人的担，以及面对罗马帝国的迄个担。背担是啥物意思？背担是啥物意思？对旧约圣经来讲，背担就是守律法啦，就是守律法，就是讲顺服即个律法的要求，甲即个期待。就咱说，咱担即个律法安那，甲咱两边无共担，来背担嘛。所以你的律法，你就是爱。足正安尼，守律法就是守好足正，拢袂当起去。总是耶稣讲，咱若是咧担即个法利赛人的担迄是真艰苦，是安那？人不管是爱守律法甲诫命，法利赛人甲这经学师，逐工拢发明新的即个规矩、新的规则。这个新的规矩甲规则开始加入的时阵，请问？原底的担敢会愈来愈重，愈来愈重啊！原底的一定守袂好啊！法利赛人都念伊规定迄约束迄，讲东讲西，所以因敢讲法利赛人服因的担真艰苦，逐工感觉咱学去互人控告，无注意就犯错。若是面对罗马帝国服因的担呢？罗马帝国当时敢毋是统治以色列嘛？所以犹太人拄着罗马帝国的军兵，因的感受是啥？敢毋是讨厌？来当报仇，就报仇嘛，对无？所以面对罗马帝国的担，因感觉讲心内是无头壳、无自由的、无快乐的。咱就转来看耶稣甲加西的约翰。耶稣伊虽然无符合当时的人的期待，伊的形象甲伊的生活的方式无法度互人认同伊是救主，总是耶稣讲伊的担是轻快，伊的担是容易的，是会当来背。耶稣敢讲伊的担是适合人来用。我要讲的是，当咱来看白白马太福音的时，北方的后壁，敢毋是即论即个律法的物件？咱会当发现讲，耶稣对律法甲诫命的要求，敢有比法利赛人较严？恁感觉敢有？认为较严，会请举手；另外认为较简单的，请举手。好，手放下。其实并无较简单。法利赛人的律法是讲，歹代志你来真正实际做出来较有做歹代志啦。耶稣的律法甲诫命是讲，你含头壳想就袂使啦。所以是耶稣的较严，还是法利赛人较严？你含想都袂当想咧，对无？所以啥会较严？耶稣会较严但是耶稣明明家己较严，都讲伊会担哪？
较轻，伊的答案较快嘛，对无？即奇怪，耶稣是要敢讲即种话。耶稣的答真正无简单，因为耶稣的答是爱人来跟对伊的骹步，甲伊相共款出去传福音。总是传福音的过程中间，若是会当甲伊相共款，面对人的拒绝，面对人的攻击话，那安尼耶稣会讲，安尼人是有福气的。因为安尼人就甲伊相共款，甲伊相共款有上帝真心的连接，有甲上帝真亲的即个关系。因为若毋是上帝所差派有定好要使用的人，袂拄着安尼的代志，就是因为上帝要使用的人，才会拄着安尼的代志。耶稣要带来互人的安息，即种安息毋是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迄种平安。耶稣要给人的安息，不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是这种平安。耶稣所讲的安息，是人不管拄着啥物款的困难。面对啥物款的攻击，也是讲拒绝，心内永远会当安然自在。因为伫上帝的这智慧内底，人拢会当倚靠上帝，人会当倚靠上帝来得到平安。耶稣无爱人来学法利赛人相共款，法利赛人想要靠家己的行为得到上帝的疼，对无？因拢感觉会当靠家己，总是耶稣的意思是讲。无毋对，我的要求足严，我的要求足严。但是你倚靠我的名，用耶稣基督祈祷，就要直接得到耶稣的疼，毋是靠家己的行为。所以，既然感谢学到上帝的人，甲上帝亲近的人，不管拄到啥物款的攻击、拒绝，我要讲的是，这拢是上帝的智慧，这拢是上帝的智慧。当咱面对这个代志时，咱就一定进入天国，进入上帝的国。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因为伫你的智慧、伫你的计划、你的预定内底，阮人的有限甲软弱，阮拢毋知影家己未来的道路是安怎。恳求主你的神帮助阮谦卑，因为现在阮看阮家己若亲像基督徒，总是比未来境况，阮真正毋知，阮检猜会软弱，阮检猜会跋倒，会放弃，所以恳求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阮伫你的智慧、你的计划甲预定内底。阮拢是会当自头到尾，是伫天国，就是伫上帝国内底，甲上帝有结连亲密的关系。也恳求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当主耶稣呼召阮，跟对伊的骹步对来行的时，不管面对啥物款的攻击、啥物款的拒绝、挑战，主上帝恳求你拢帮助阮。恳求主，你将你的平安放伫我的心内，因为阮伫地面上所拄着一切，主啊，阮拢掠天顶，阮拢摕未来的即个冠冕甲福分来做大。主安安尼向你感谢、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正道，咱下面咱继续来念圣诗，学到上帝。圣诗193首，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
下面咱来奉献，请李建义执事甲文梦书执事来书献。报告大先，请咱做位来读其他的经。咱做位来读，人主来也食也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甲歹人的朋友。若是智慧对因所行显明，伊是对。马太福音11章19节来请。人主来也食也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甲歹人的朋友。若是智慧对因所显明，伊是对。马太福音11章19节来交代。人主来也食也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就用个歹人，但是智慧对伊所行的，显明伊是对。马太福音11章19节。再来献开酒无第一啊，顶酒的聚会的情形，请咱大家来参考。下面奉献事奉表，后礼拜的事奉，咱服侍人员请咱闭门心来参加这个事奉。煞接来看这个周间聚会的情形。来，大家来看。对于拜一、拜六拢有咱的事，这个团契聚会，请咱大家来参加。啊，这个下面的这个教育部课程，咱这个教育部啊处理好聚会，咱请大家参考。啊，有兴趣的去参加，应该参加。所这个受这造就，来献开这个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即摆分做8组，8组拢有聚会的时间，甲咱地点，请咱每一个小组的。做完了去参与。啊，教会小组的代祷事项，即摆分做8组，咱即个事项会使负责来代祷。奉献的面势，咱大家来看，奉献地大的所在，即个中级来提出见证。消息报告第8页，消息报告，我即摆报告。
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请咱兄姐为这个事工来关心台岛甲奉献。第二项，月定的奉献主日，咱要来孝顺上帝恩典，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接受天顶来的福气。第三，今仔日定期的中集会下午点半伫702会议室召开，请中集来出席。会后煞才要来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后礼拜主日下午12点半702会议室召开教育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加。后礼拜点半705会议室召开行政部会议，请行政部的部员来参与。教会消息。团契改选，降选的长老的名单，咱才有公布这个所在。夫妇团契甲敬拜赞美团，大家是敬请省略。请无团庆长老来主持。合青甲圣花队请赞助。女团契甲倒球社请为民长老。少气请志平。这个上年团契甲得胜者请贾珍长老。主理个社青我本人来降选。请咱各会会长爱将这个改选的时间地点来通知这个降选的长老，来参加这个来降选。降选的结果呢，这个合期制这个团契7月底已经来改选了。这个其他团契呢9月底来改选了。来报这个教会办公室。另外，2007年的这个下笔学校生活营，伫7月12到15，拢做4天，早起是8点半到下午5点半，咱来参与这个关心咱在合必学校这老师甲这囡仔。通讯录咱已经去本出去啊，总是内面也有错误也是老高的。咱是4楼这个广播栏有公布，咱的电台也是老高的，将咱员来竞争，竞争了以后，咱再做这个修正版来互会友来用。幼儿班的这个旅行啦这报名单已经报了满额，所以咱唔免去报啊。总是咱来继续来关心伊这体验营，关心甲台岛或者小朋友甲老师要去参观。来，现开9月的9日，平安7月节音乐会咱再继续来关心。8月26暗时7点半，或者音乐会若要参与的来办公室，还是甲这个组长来买票，一张100块。咱这个用来参与。教界消息，2007年第4届全国社青读经营，伫10月初8到初10，下礼拜日下午到拜日的中午，地点是这个中华电信学院高雄所，一人3600块，3600块。报名会使用网络报名。7月11中昼12点到7月31才拢报名的时间。若有要参与的人要注意这时间。基督精兵营是9月15到17是拜5到礼拜。咱地点是新竹圣洁学院，每一人是2000块。报名的时间是7月11开始到8月2日。咱来看这1楼的公告栏。具体消息，咱本会青年灵光树技术，咱是7月30。派去这个嘉义中会副主教会就任传道师，请愿上帝带领咱兄弟大家来关心。本会洪子贤姊妹前金黄玲君，这咱是青年啦，要甲这个郑思阳兄弟，7月15拜六上午9点半，伫咱本堂，伫这个礼拜2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邀请大家来观礼来参加。中昼12点。这个奇珍会馆拿考店有这个演下，请咱为这个新人来祝福甲台岛。本会南路玉金姊妹王祝文调长有这个办办顺序，这个贵州拢有来参与，今日的礼拜伊要去这个所在来伫爱桥，家属都来，请起立。咱继续来关心啦，为来台岛好，请坐。扶手姊妹文祝文调。来继续为咱贵州来关心台岛，今日有来家属，来请起立。我们继续来关心，继续来关心台岛了，请坐，请坐。其他消息，同属合作社伫7月19日，今仔日中昼12点，伫
7项项会议是调归合作社理监事会议，请理监事来出席。以上报告，咱即次要请老师来补充报告，来介绍新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来介绍以及做补充的报告。第一，咱直接来介绍一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姊妹，德国妹卓越妹，德国妹姊妹，直接后壁。多谢，请坐。头我是即个教会消息的第2点，下几学校的即个新话名，虽然讲伊是讲拜三开始，不过对今仔日下晡咱的下几学校的老师就开始要来带进咱的教会内底，要来做备班以及训练，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有用来大家关心，来大家鼓励。好，头我是具体消息的即个部分，咱看第1点，即个灵光室。未来看到伊，毋通都叫伊技术啊啦吼，爱叫伊啥？爱叫伊团队啊啦，叫伊团队。好，来头过即个陈女友金姊妹遗嘱有一只介绍，嘛有一只第一过，嘛毋望咱每一个人会当继续为着遗嘱一只来关心甲带倒。自倒来即个拜三。牧师以及即个家庭长老要去到南崁教会来开中会，跟贾正长老去到南崁教会来开中会，互恁知影讲，阮的行程是安尼。好，以上是只做补充的报告。咱继续来上言398首，上言398首。原来救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息相通引带，教我每一个人三甲地底，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民族歌。
第九，灭岛。